四个分享，第我是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，咱各位听，请帮忙。来到即届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三甲主旨，愿你来接纳阮的敬拜，而乐甲阮的真心，引带阮的心神，互阮会使对上帝施恩的保证头前去。互阮一世人的年日摆咧伫你的面头前的时，你看阮尽中是好。引带生活教会正兄姐，互阮伫心中所烦恼的事无发生，互阮伫心中所期待的好事，主赏赐互阮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使拄着。上帝赏赐教育阮用的恩典，互阮每一个人伫家庭中间拢得着。因带阮感谢你，阮的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咱姊妹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伫教会内底，咱常常爱互相鼓励勉励，因为伫教会中间，咱毋是分你甲我，伫教会中间是以圣神做主体，然后咱是共一个团体的人。所以咱是上帝国度内底有名分，咱就无搁分你甲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听你，即句话4个字尔，总是即4个字的意思足大，足深的嘛足悬。当咱一个人的时阵拄着困难，你要找啥物人来帮助你？做囡仔的时阵，你会使找你的时段；出社会了后，你会使找你的朋友。总是渐渐，你会使发现，当你年纪愈加添的时阵，会使帮助你的人哪来哪少。真心要对待你好的人，实际上除了你的士大人、甲亲情以外，你伫外口的朋友嘛，倒去拄着对你真心款待你的人。伫教会内底，要鼓励咱，搁一届转来做囡仔，因为囡仔的心单纯。囡仔的心无偏见，囡仔的心呢，伊是好就好，伊无靠其他的手段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使用中间彼此来勉励，互咱的生活教会是诚做有才调，互人团结起做性命，对伤心悲伤的中间，搁一届头举会悬的所在。所以咱头要举悬，咱就爱知影上帝听甲正人。过去咱咧读册的时阵，常常不管是历史也好，还是国文也好，拢会去读到一个人，这个人的作品足重要。因为这个人伊若无将这个历史的代志写落来，咱可能就无知影2000年前一寡故事。这个人叫做司马迁，这个人伊捌写一本足重要的册，叫做《史记》。伊伫《史记》内底有一个《刺客列传》。《刺客列传》内底有讲到几个人的名，这个故事要甲咱讲，因发生啥物款的故事，诚做咱人生中间真好的提醒。一个刺客叫做豫让，这个人呢，伊呢原本军队伊的主人伫一个所在做官，总是这个主人因为别个官员的政变，暗杀掉去。所以，这个豫让呢，伊就足生气，伊想要报仇。为要报仇呢，伊袂使通认出来，伊要报仇，所以呢，伊就将家己所有看会出来外貌拢来改变。伊用足小的油染家己的身躯，互伊的皮肤也人认得出来。然后，搁吞火炭，互伊的声音改变。有的人问讲，你为着要报仇，牺牲家己的外表，牺牲家己的健康甲人生，为虾米？你也毋是毋捌军队其他的主人啊？为虾米这个主人过身了后，伊竟然有遮尔大的代价，要为着伊来报仇？这个豫让讲一段话，这段话咱拢会记咧后壁段咧，头前咱拢袂记咧，因为咱真罕你听到。这句话讲啥物讲？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咱常常拢听到后面迄段，就是讲，查某囡仔若开始打扮啊，可能就是因为伊有介意的人，所以开始抹粉穿水衫。女为悦己者容，就是有欣赏的人介意伊，
伊嘛介意人，所以伊就愿意打扮家己。过去可能较无重视外表，总是因为知影有对象了后，开始会去重视啊，会去画胭脂啊，会去set度啊。这就是因为有人欣赏。总是头前迄句，迄句就是讲查甫的是安那？查甫的为虾米有即款的改变？是因为有人知影，有人了解，是伊的知己。一个查甫人若有知己，这个知己互伊有足大的肯定。所以有的人咧问对人讲，为虾米你过去军队过的人，你拢无为着因来付出？颠倒头，即届主人过身去，你遮尔啊生气？伊讲过去的人对待伊，亲像普通人，亲像一般的人共款，无看重伊。总是即届无共，即届即个主人对伊是用国事对待，就是讲一个国家内底上介重要的宰相，迄款的尊重来对待。伊知影，伊拄着一个足欣赏伊的主人。伊知影，即个主人了解，伊若是千里马，啊，即个主人就是国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查甫需要有人理解，有人欣赏，查某的嘛是共款。所以人拢需要尊重。当咱尊重一个人的时阵，迄个人会得到配力，伊做代志会有动机。一个人做代志无动机，就是伊感觉无人欣赏伊啦，无人听伊。无人看到伊的优点，所以每一天的生活有甲无拢凊彩，衫乌白穿，代志乌白做，人生无目标，钱乌白开。为虾米？因为伊感受得到有人尊重伊、欣赏。所以，如果咱的事实有即款的过程，请你会记得，你做时代的人，来肯定一个，来鼓励一个，你的囝会无同。伊开始做代志有动机啊，有当时啊，老师来学生啊鼓励两句啊，欢喜足久。过去阮查某囝咧上课咧去哪毋去，结果有一届伊倒来甲我讲，爸爸以后我都要很早去。我讲为虾米你要很早去？因为李老师说我进步好多哦，啊一句话尔，一句话尔，伊就开始咧准时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会使了解迄个话的气力，迄个尊重的气力。因为迄个尊重内底有疼，疼会使互咱安那头额会悬。那侮辱就毋是啊，侮辱甲伤害会互一个人头低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教会是要互咱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的头额会悬的所在。所以诗篇第3篇第30有讲着讲，上主，你是保护我的金牌，我的银光。你互我的头壳抓会起来，所以咱用三条的心彼此来勉励。上帝用疼，互咱会使有尊严。所以你毋通看待你无好，咱怎样看待咱家己？伫你的梦中做清楚，你的梦中常常来惊吓、自卑、悲伤。你做梦的时阵，拢感受会到。迄是你看待你家己，所以当你有即款的感觉的时阵，诗篇第3篇第30要诚做你真好的帮助。上帝无爱你头低，上帝爱你的头额悬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拄着恶当当的事、痛苦的代志的时阵，你毋通委屈，因为之前我伫主播内底所甲咱提醒，痛苦是一个催化剂。咱若咧做化学的实验的时阵，你有肯催化剂，甲无肯催化剂，迄个效果会差真济。你若有肯催化剂，迄个实验真紧就完成，然后你就会使得到迄个你想要得到的答案。所以痛苦是催化剂，帮助你得到幸福。你爱理解，痛苦毋是互你悲伤。你会晓看代志，甲袂晓看代志，差真多。你若看电影，所有做普通的人，后来为虾米会变做英雄？都是因为伊痛苦，伊受伤。你若看《星际大战》嘛，安尼演，蜘蛛人嘛是安尼演，安怎演的？就平常时就做普通啊，总是遇到痛苦了后，伊的亲人或歹人害死了后，伊毋是转去食精神科的药啊，拢来管代志，毋是伊颠倒头。
出来，然后要学习要安怎样为着伊的家庭亲人做保护，伊就开始互家己愈来愈坚强，哪来哪勇敢，互伊有一日成做英雄，拍败迄个万恶的罪魁。故事毋是拢安尼演的吗？咱若是拢来看做是安尼的时阵，你就知影你的人生安怎发展会较趣味啊，会安怎样发展会较有力。咱常常拄着代志了后，可能心中艰苦，但是煞无安那，煞无达回忆。所以咱需要去转化咱的观念，观念来转化，代志就无相像。有一个太太，伊做去因先生，逐工拢咧踢骹球。迄个骹球吼，食饭也踢，看报纸的时阵也耍，厝内底工课拢无斗相共。啊，伊即个太太做生气，转吼去法院告迄个制造骹球的公司啦。但告讲吼，你即个骹球，互我的先生无诚做是一个好的先生，破坏我的家庭。哇！这个公司的头家听起来讲到有即款代志，你要耍球，迄是你的自由啊！我做我的球，你耍你的球，为什么你怪我啊？吼，煞无达回应的。结果这个太太吼，证据一项一项来列出来了后，法官竟然讲安尼对呢？这个公司做过分，害你的家庭破损，得罚10万啊！哇，罚10万了后，这个头家煞生气起来啊，因为已经判落啊。伊嘛无派人去来辩护，结果人看了了，较伫遐生气讲，靠安尼天底下有即款代志，我做我的球，伊耍伊的球，安尼有关联啊。结果伊公司内底的主管偷偷啊甲讲，头家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，你敢看袂出来？讲啥物款的好机会？因为咱的球竟然有法度，互一个查甫人遮尔假，逐工伫遐拍伫遐练吼。安尼，请你把这个故事，甲变做是一个广告，互伊诚做逐个人拢知，咱所做的球遮尔好耍。结果伊真正来看做是广告了后，来放伫电视中间，对伊刚开始伊的骹球超过5倍的销售量，开始赚到钱啊！原本是歹代，后来变做是好代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知影一个毋对的代志。无好的事发生的时阵，你安怎回应？你安怎回应？较对。你拄着啊，拄着对，但是你要安怎回应？咱都知影以色列吼是一个沙漠的所在，迄个所在拢是石头较侪啦，沙啊较侪。迄个所在敢有真侪水？无。迄个所在敢有真侪树啊？无。总是最近你若有机会去到以色列。你会使发现迄个所在做特别啦。咱来看一张图，请咱来拍开吼。你有看到西瓜无？啊，西瓜是生伫倒个？树仔顶吼。以色列的西瓜是生伫树仔顶，伊来改良。以色列提供欧洲40%的果子甲蔬菜，迄个所在拢沙呢。迄个所在拢沙漠呢，迄若足侪人拄着了，讲我投降啊！这个所在遮艰苦，我袂，我要来走。总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，煞毋是安尼想的。伊安怎想？伊要将这个困难变做是幸福的催化剂。伊开始去研究要安怎样将水流会掉。所以呢，伊就将海水甲淡化。伊开始对空气中间吸迄个水分，甲流落来。过来呢，伊每一丛的树啊、树根拢家己产果，时间够用滴水，所以伊的水分拢有够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对啊毋对？一个困难，互伊颠倒头，帮助伊进步。足侪人拄着困难的时阵是退步的。做基督徒爱看的明白，上帝互你的困难是要帮助你进步的。风筝如果没有逆风，它飞不高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需要去理解这吼。所以美国的心理学家史华兹伊捌讲到一个足重要的论点，伊讲吼，任何的代志，只有你当事者，你安怎甲它判断较重要。
如果一个无好的代志，你若当作正讲无好，安尼伊就是无好啦。如果一个无好的代志，你若判断是一个转机，安尼伊是一个好代志，好甲无好，你家己决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需要去理解，毋通从小可的事来放大，逐项拢悲剧，毋通安尼想。咱嘛毋通将足大的事来看做足大的，还是足细。咱爱老老实实将咱拄着的代志好好来想清楚。这个事对你是毋是正确？如果若毋是，请你家己心中知影去改变。用上帝互你的听头额的悬，嘛爱用上帝互你的听看的明白正确甲无正确，咱爱有迄款的勇气来面对。人的痛苦大部分拢出于咱无爱面对家己的毋对，因为面对家己的毋对足艰苦的，你甲我拢共款。总是上帝鼓励咱，伊的囝会死命互咱，所以咱应该爱有迄款的胆量甲勇气来面对家己。这个部分是痛苦，总是我头前有讲，痛苦常常是转机，所以咱爱看会明白。箴言内底有一句话是足重要，迄句话内底要甲咱勉励甲鼓励，互咱会使明白做事。这句话安怎讲？箴言24章第16节又讲到啥物？讲因为义人虽然失败跌倒，犹然咧爬起来。歹人煞互祸患来拼倒去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义人上帝所拣选的人，不管你跌倒几届，你拢有迄个气力爬起来。所以毋通因为你拄着的事累积。一个人会忧愁、忧闷、不足，想袂开，是因为伊感觉伊拄着的代志，敢若伊一个人要解决，无人法度来斗相共啊！所有的代志。伊孤单面对，所以伊会感觉足艰苦的，伊会感觉拢无朋友、无帮助。总是伫教会内底一直要强调，兄弟姊妹听你，上帝嘛听你，并无孤单。你若无孤单，你就无应该累积不足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神爱世人，上帝听你。这句话足重要，因为表示伊徛伫你的正手边。常常扶持你、照顾你，虽然你看袂到，总是伊的确牵你徛做伙。伊知影你的痛苦，伊嘛知影你的悲伤，总是伊要互你气力，将伊的手换伫你的身躯顶，互你有材料面对所有的挑战。所以呢，咱需要去理解苦难互咱的意义是啥物。有的人感觉拢爱拄着代志上好，总是你若较有身份。较有年纪、较有想法的人，你会感觉食寡苦是补，因为这个补，互你的身体较勇。所以有人讲吼，微量的痛会让人家不安啊，适量的痛苦会让人家成长。所以咱需要伫遮来理解，咱需要啥物款的帮助，不是大家拢食甜的，咱有当时啊食寡苦是对咱有帮助。一寡痛苦会互咱醒起来，互咱会疼，互咱有感受，互咱有感情。痛苦嘛会开始互你有疼心，你会开始珍惜你家己的性命，你嘛开始看会明白别人的需要。所以痛苦足重要，咱需要有这项。这个时代甲社会鼓励你爱成功，总是这个成功是靠伫你的外表、外在。甲事业中间，伊鼓励你爱穿了水，伊鼓励你讲话爱顺，伊鼓励你呢爱有一个真水的体格，伊鼓励你讲话爱有自信。总是人要有自信，敢真正拢干那外表安尼尔尔。咱需要去理解，当上帝互你有感动，上帝听互你拄着，你知影这个世界毋是干那有人安尼尔，阁有神的时阵。你会有自信，那个自信不是从这个世界来，所以这个世间有三项事，咱需要去理解。三项事，这个款的事，第一项上帝的事，第二项你家己的事，第三项别人的事。
对无？这个世界敢若这三项事尔，但是呢，这个世间的烦恼对倒来，都、就是咱袂记咧上帝的代志，咱拢烦恼家己的代志，然后去管别人的代志，你的烦恼就是对遮来。因为安尼，所以咱会感觉讲哇，做个代志我拢无法度决定，但是我做无用。好，我做忝，我拢管做侪人的事，但是无一个人要互我管，会骗咱的人。就是兄弟姊妹，咱要追求幸福的人，拄好颠倒头边，请你将上帝的代志做啊好势。神就是要你信他，跟随他，而且爱他。因为这样的爱也爱着弟兄姐妹，所以做好上帝的事，不要担心自己的事。你要祝福别人，成全别人的心愿跟他的期待。所以咱爱有这款的想法跟改变，咱的人生就会转向。一旦转向，你会发现世界都同款。过去咱拢做忧愁的，但是伫将来日子中间都无相像。所以伫耶利米书内底31章第3节有讲到，伊讲到啥物？讲伊讲那时代耶和华以色列来显现讲，我用永远的疼来疼你，我用慈爱去引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用永远的疼来疼咱，咱是暂时的，但是上帝煞用永远的疼来鼓励你、疼你，你无需要累积。所以咱伫遮爱彼此来勉励甲分享。圣经中咱遮的人物，每一个人其实你若注意去来看，因并不是真好的人，但是每一个人拢有上帝疼到，所以伊拢改，伊拢变。迄个改甲变真特别。那阿比拉罕参孙大逼彼得保罗，因逐个人其实拢是因为上帝疼改变，然后伊感受到愿意献伊的一生，互上帝使用。所以咱要了解上帝疼，毋是即个世界疼。伫苦难中间的基督徒，咱需要去理解，当你若无同意的时阵，苦难毋是苦难。苦难不是苦难，是因为你无同意。你若当作是功课，你若当作是食补，迄无共款。所以有一个最重要的人，意义治疗学的这个创办人叫做 Franco， 伊咧讲人生有3款最重要的意义。第一款叫做经验的价值，就是讲你一世人所经验过的代志，其实是有价值的哦。所以咱年纪愈大时大，你的价值就愈济。这是第一项有价值的事。第二项就是少年家有一个想法，又是一个真好的做法，过去无的，总是伊变一个新的物件出来，迄叫做创造的价值。过去咱无手机啊，总是这个时代有手机啊。过去无电视，总是即摆呢连手机啊都会使看电视。你就使这叫做创造的价值。总是这个 Franco 讲过第3项的价值，叫做态度的价值。什么叫做态度的价值？就是我拄仔讲到，当你拄着恶担当的事、困难的代志的时阵，你是一点点歪来插，还是你要徛起来头压完来针对你所拄着的代志做回应？态度有价值。所以当咱伫苦难内底，迄个正讲正确的态度出现的时阵，你袂因为这个苦受伤，袂颠倒头，你会感受到，你含这个代志是分开的，你会真客观去看你拄着的事。当你安尼做的时阵，你的人生就渐渐健康起来。毋是逐项事发生的时阵，拢含你有绝对的关联，因为你是拄着代志。这是上帝的出现，拢含你有绝对的关联。安怎讲？上帝疼你的性命。就是这个世界，敢若关心代志，伫教会内底关心生命，这无相像。所以，请你用上帝的角度珍惜你家己，互耶稣听你这4句话，成做你永世代的帮助。咱搁一个阿头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愿你来帮助阮，阮为着你愿意来改变，因为你捌阮，你知影阮。连阮头壳顶的头毛有几支，你拢孝顺会了。主愿你引带阮，你跳阮到底安尼，阮愿意一世人跟对你的脚步。阮的祈祷感谢，搁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